同志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哦。今日咱台湾新眼界真正会当讲是动物大机关。安怎讲啦？最近真夯真穿的一种动物，花语或者是绿鬣蜥啦吼。台语安怎讲啊？是美洲来的这个咱讲的是青色的这个杜丁啦吼。所以有人讲吼，该当做宝贝来去饲吼，这个宝贝这真正吼，爱甲好好啊吼，饲这个番薯叶也好啦吼，也是饲这个汤团也好啦吼。但是有人好好啊饲，有人吼。都甲伊弃养吼，因为伊若是愈生愈大只，可能都毋是伊即个细汉时个遮尔啊，即个古水的即个模样啦吼。但是咧，都是安尼弃养了后，造成着讲，亲像咱中南部遮吼，造成着有一寡即个生态大灾难啦吼。但是咱今日就爱好好啊教育即个观众朋友啦吼，真正吼，咱安怎去饲养的一个方法也好，也是观念也好啦吼。今日咱就先来邀请到咱的南洋绿野工作坊的即个解说员，即个江伟民吼，甲我共款嘛是伟民吼，咱来邀请伊啦吼。其实伊带着2只，只有一只吼，咱头拄看即个叫做浩克啦，伊身上派这只叫做什么名？小牛，啥叫做小牛？因为伊的头前有2支角，有2支角，亲像这个犀牛安尼共款安尼。是。哦，做小牛。是，安尼来讲吼，咱头拄有讲到饲偌久啊？这只饲2年。饲2年会当遐大只？毋是你自细汉就开始饲啊吧？毋是。哦，是啥物？嘿，这只是买，去宠物店买。买来都是遮大只。是，所以这只咧，这只叫做是浩克，咱头拄介绍过。因为叫做青色的，咱讲华语讲的绿巨人浩克，是这个意思吗？我希望伊像绿巨人浩克遐大只。遐大只。所以我甲叫后名叫浩克。哦。所以咱讲吼，这个饲养的这个部分啊吼，真正足侪人吼想要去饲，但是饲有一寡这个方式甲方法。甲咱小解一下好不好？好，因细汉的时都是啥物拢食，食菜、食肉、食糖，拢会食。哦。大只了后，敢若食菜尔。大只敢若食菜尔。对。我平常时都是拢主要互伊食番薯叶啊。食番薯叶啊。哦，其实咱才有准备啦，番薯叶啊。你讲这是个有机的吼，番薯叶啊。来，你甲试看嘛咧。唔知乖乖，是啊，帮忙夹一个无？哦，叫镜头来看一个。哎呦，伊会先转，先转一个，先试看这个味安怎吼。好，即马，开始安尼豆豆就夹入去啊。是。哦，啊，通常这个一日爱饲几摆咧？我是拢饲1摆，毋过1摆就饲好饱。饲好饱，差不多偌济量，咱才有准备啦吼。差不多安尼这个分量。有够无？无够，无够。我头拄也是，其实你看讲，你摕1包的这个叶啦吼，所以1包才有够，这可能是这个1/10安尼尔吼。无毋对。哦，一摆都要饲好饱。是。哦，所以伊顾起来应该是真好顾的一个动物啦吼。对。所以迄当阵是安想要饲这款的这个动物啦。其他时间也是讲进前有过饲过其他的动物无？我上开始饲是饲蛇。饲蛇。是。嘛是这个华语讲的爬虫类吼。对，就是爬虫类。是。就是特别介意爬虫类，所以就是主要就是饲遮的动物。是。尾啊是去有朋友去爬山，捡到一只流浪狗，问讲要饲无？好啊，就收落来饲。收来饲狗啊呢？狗啊。OK， 所以你饲，阮早饲这个，咱讲啥物？爬虫类。爬虫类，尾来搁饲狗啊，其实饲咱讲的这个青色的杜丁的时阵。厝内底会反对无？头拄其实有小可先问恁母啊吼，讲反对嘛无效啊，啥人反对嘛无效？因为伊若无爱我饲，我就甲赶出，无啦。是，就是介意着，就是爱甲照顾啊，对啊。是啦，有影你甲照顾甲真照稳，你甲看伊咧食物件的这个动作，其实嘛是古锥啦吼。不离古锥，所以你讲嘛乖乖啊啦，乖乖啊啦吼，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讲这个饲养的部分会当较乖咧，但是吼，咱一般伫咧这个野生的，还是讲这个影片内底，咱等下当看啦吼，就是讲其实有较这个咱讲较野生的这个部分吼，你安怎看讲你饲养的，甲这个野生部分的这个差别？野生的真正，野生的真正是会较水，会较水哦。对，因为伊24点钟拢伫咧外口晒日头啊，活动的空间嘛真大，是，所以健康上一定
比咱人饲的一定较好。哦，对，毋过就是真歹。真歹，吼，真歹，是，所以咱讲这个饲养的这个部分吼，有人真正甲伊当做这个宝贝。啊，咱嘛讲吼，其实有人看伊安尼水水啊，吼，真正啊，甲伊吸引人吼，声人捌啦吼。啊，你会带伊去外口佚佗吗？会啊，会啊。嗯。像我带伊出去，一定袂像即马寒流来安尼遮寒就带出去，一定是热天有日头，会甲安尼早咧就出去晒日头。哦，啊，路里的人拢安怎甲你看？哦哟，怪物咯！怪物，会安尼甲你有即款印象就对啊。真侪，真侪，嘿。是，啊你有人甲你问，你拢安怎甲解说？就是甲介绍讲，伊就是遮乖，袂共教，啊食菜。嘿，是。啊，咱讲你头拄讲的，即只或者是小鸟啦吼，小牛啦吼，啊即只浩克高起来嘛是共款嘛，尤其佫较细只。细只的，虫仔伊会食肉，所以我有当时会饲。一个虫，比如讲家蛇啦，蟋蟀啦，伊拢会食。是。对，啊菜伊嘛是会食，所以伊是更较好饲。伊更较好饲啦，所以你爱佫特别去掠这个虫拖，掠家蛇也好，掠等等。我袂去掠咱厝内底，因为细菌真侪。哦。对。所以拢爱佫去买。对，还有买，嘛是这个家蛇是甲咱一般处理的无共款的吼，这个其他酒吼来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吼真正吼真欢迎这个小牛啦、小牛啦吼，啊，个咱讲浩克吼来到咱节目现场吼，先甲咱解说咱讲这个动物宝贝吼，大家咧饲养这个部分。但是即阵咱嘛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其实吼伫咧这个生态头顶，那是真正吼有咧饲的人家这个弃养了后，可能对这个生态造成什么款影响？先做来看。两个少年仔来到中华二林溪边，一看到树仔内底有绿绿色的踪影，马上锁定目标。你看，用杆子甲拍啦。一个人也去弹弓瞄准，拍到绿绿丝了后，另外一个人紧日去掠片面走去，几下只就安尼被掠着。其中这只体型上大的，甚至重量就有30大斤。抓尾巴，小心尾巴！弟弟倒沙缸，弟弟倒沙缸，头掠嘞。吼，很肥嘞。住伫中华高新民众，日前甲红赛已经2个囡仔，到2年溪边来掠绿鬣蜥，靠着家己做工具甲相互配合，上悬记录捌一天掠着41只。当地民众讲，绿鬣蜥是愈来愈多，对着当地环境冲击嘛愈来愈大。会食菜啊！迄稻笋两个野稻笋哦，嘛捌看去食稻笋啊。哦，大只我嘛冇看足大啊，迄几啊，迄只唔超4、5斤，足大。啊，你惊死哦！系啊，细只10只。住家附近或者吧，有些园艺植物就开始被吃。另外就是它会吃农作物，那再来就是它会破坏一些基础设施。当年进前因为民众不爱吃乌白蛋，和中华二林溪边4个拢是，当地居民虽嘛做了志工队，不过掠的效果无好。而中华野鸟协会表示，希望请这个人来开课，用移动的方式来控制族群的数量。要抓就要一次很确实的抓到它，而不是去逗弄它，那让它变成对人的防备心更高，然后更难去做移除的工作。野鸟协会表示，虽然看起来是效果袂歹，不过绿鬣蜥更加性真悬，若是无抓到真容易四界乌白走，连到造成栖地的扩大。虽然目前封地，还是以掠甲移地为主，不过还是要经过训练才有成效。记者中华采访报道。现在头拄看到这个宝贝动物啦吼，真正咱看到这个伟民吼，同款的这个饲的这个部分，真正咱讲吼饲这个番薯叶啊，啊看伊这个食的这个感觉吼，嘛是真正哦，使人这个声人目啦吼，真正吸引人安尼吼。啊，继续咧咱嘛来小解着讲吼，今日所有的来宾吼，真正是非常的这个专业吼，尤其今日透早也过来掠这个部分啦吼。先来邀请到这个滨口大野生大这个野生动物吼保育研究所的副教授陈添喜。大家好。第二位，咱们来邀请到农委会林务局保育组的这个组长罗有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吼，说来是咱全世界行透透，嘛是看讲吼，这个青色岛顶伊个生态到底是安怎吼？咱来邀请到尤总委。你好，大家好。是啦吼，啊上尾一位咱头拄有介绍过，就是咱的这个伟民吼，带来咱的这个小牛吼，来到咱节目现场。你好，大家好。是啦吼，咱真正看到讲吼，介趣味的吼，这个题目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伫咧生态影响，咱头拄有看到讲，伟民安尼饲，真正是爱护这个动物，啊，但是千万莫这个弃养啦吼，啊，若是真正弃养，造成这个生态上这个
大问题，就真正头疼吼。所以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嘛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啦吼。咱来看讲吼，这个美洲青杜丁吼，真正伫咧南台湾看甲足济，咱等下看这个数量安怎吼，伫咧这几年内底吼，安尼规称起来吼，会造成什么款的这个生态啦吼？原本吼可能会惊伊去食这个农作物吼，也是破坏道路，也是这个河堤啦吼。另外，农委会林务局嘛讲吼，哇，这个永市的人伫去年11月30的时阵，你都爱向这个吼，这个你的这个县市啦吼，政府来去办理登记，就是你要饲养，你都爱去甲这个县市政府讲啊，你有这只这个宝贝动物吼。另外咧，你若是无登记的话，上悬是罚5万块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对生态有影响。啊，真侪这地方政府嘛讲，哎，我就是互你一寡这个奖金也好，奖品也好，也是这个农产品也好，你若是掠到，我就用交换这个形式吼。但是安尼可能佫会甲咱讲啊，这个青色路顶吼拍青镜，啊，颠倒会另外造成因这个起地啦吼，咱讲浅刷。所以咱看到吼，民众是摕这个撇啊吼，也是雅士尺，也是鱼叉。拢要来逮捕着这个咱讲青色杜丁啦吼，甚至有人甲北皮吼，真正伫遐烘来食啦吼，所以有人就烦恼讲吼，这个国际这个动保团体会来抗议啦吼，所以咱嘛讲吼，这个解决这个生态问题有真侪种啦吼，亲像咱过去吼，若是要甲这只鸟吼这个外来种要甲消除掉，有真侪种方式，咱等下嘛好好请教这个农委会这个部分吼，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咱头拄看到饲养的这部分遮尔乖，野生的咧。其实所有动物吼，伊拢有伊的野性，因为迄是伊本性，所以比如讲，咱看到食足济对无？是。但是伊嘛食迄呐，迄农民的菜啊，迄类，大家都挡袂掉啊。所以虽然讲大家拢一直咧讲迄呐生态问题吼，但是伊的影响，老实讲，其上大的是农损。农损啊，农业的问题啦。是，因为伊就是人讲见青就食啦。哦，你青的吼菜叶啊，是咱农作物那种豆啊，花，种瓜啊，幼燕，尤其是咱一般吼热天的时阵吼，其实一定野外上爱食的是呐，咱讲落叶树、果树，落叶树，嘿，落叶树。但是伊较寒天的时阵吼，迄落叶树就变较寒，变较寒，伊就较歹食。伊嘛经食就对啊，无啦，伤寒啦，伤寒啦。寒了，伊个叶有个所在就会落。但是咱个寒天吼，寒天咱台湾不管种瓜啊，种一寡菜吼，是拢寒天。是。野外无通食，就拢食咱的菜。哦。所以这个足济就是。足侪老百姓都爱吼，就是农损。农损，所以足侪其实大家拢讲生态吼，伊影响上大其实毋是生态，是农损的问题。因为伊这个走出去外口吼，咱台湾的山顶吼，因为绿鬣蜥吼一点迄呐，原来的山地伊是爱着惊，爱着藏落水底。是，藏落水底，安尼伊就变，咱台湾山顶吼。迄坑啊，也是迄溪啊吼，伊迄水伤冷。哦。搁咱山顶迄个温差伤大。所以伊细只的踮山顶，伊嘛孵出来，伊嘛无法度活。所以伊的分布其实拢踮迄个平地。平地啦吼。另外北部嘛较袂，原则上伊嘛较袂踮北部有迄个。我当生团。OK， 因为咱讲吼北部的这个天气啦，温差较悬啦吼。尤其寒天啦。尤其寒人这个时阵。因足侪人讲做迄绿鬣蜥吼无天敌，其实有天敌啦。哦，就是天气吗？毋是。伊细只吼会甲食的动物足侪的。吼，比如讲咱迄暗公鸟，就是迄呐夜鹭，白灵蜥，吼鹰啊，伊拢会食。连迄鸟啊，甚至鸟鼠啊，是鸟鼠啊嘛爬去树仔顶吼去食迄细只的绿鬣蜥，搁伊的卵鸟鼠嘛拢会甲食，所以伊无迄呐，迄捕食者无天敌的部分是大只的。哦，
就是讲一个有名的时阵，咱头头看这个好客的这个时阵吼，当好吃，当有这个天敌的甲食啦吼。OK。但是伊较大只吼，因为大只，比如讲台湾其实嘛有其他动物会去甲食啦。吼，比如讲咱台湾有大只的雄鹰嘛。哦。但是雄鹰都袂落去平地啊。所以你就变成讲，咱一旦平地吼，就无会呐。无会捕食者大只的动物会去食，所以伊细只只要活较大只吼，是，就变成所向无敌。OK， 除了人以外，拢会食就对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咱头拄有先了解过吼，这个教授今日透早的时阵，也过来吼，咱讲掠这个青色的这个豆丁吼，这个大型的安怎掠？其实你有找一个工具啦吼，先搁互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这个工具是专门咧树仔顶的吗？嘿，好啦，平地日头骹嘛，拢用掠啦。是。吼，一般吼，其实不管是台湾是国际吼，原则上是希望讲做大家用这种活头吼。哎。迄溜索啊，溜马棍，吼但是咱国内吼，足侪迄媒体拢无爱，因为这爱，你嘛要介绍这种物件吼，其实爱甲人讲有清楚吼。是。这干啦。就是豆丁，就是蜥蜴，会用这种溜索啊。是。吼，你嘛去溜的呐，猫啊溜，就是甲以前人迄个讲钓死吼。哦。咱只要比如哺乳动物啊，你溜马棍溜起来，有一个分架。不是，伊会死去。OK。就是咱阿妈棍吼脱臼，所以以前要讲处死吼。要吊刀安尼啦。无，吊刀。是。剁落就死。所以，有时咱无啥希望讲做像这种迄呐。画面吼，一直点媒体，因为就是迄做侪囡仔吼，小朋友看到学安尼吼，唔是学，伊搞不清楚哦。因为咱一般拢爱讲好清楚，咱免讲迄，因为囡仔看到，落学。OK。你但是你嘛学吼，你就唔知影讲做，原来这敢若蜥蜴用来溜，别种动物袂使咧，一溜就死去啊。OK。所以咱透过节目吼嘛，搁互一解，吼，这个观众朋友来了解吼。其实这个所有的工具拢有这个用途，用伫倒位，大家拢爱了解好清楚啦。是。所以咱讲吼，头拄这个不管是这个树啊，咱看这个影片内底，有的是树啊，规个这个树林拢是这个青色的这个豆丁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河边有一坑一坑的一坑，所以恁等下，咱等下当搁请教授甲咱讲吼，这个。咱讲咧掠这个时阵，其实拢是爱受过这个训练较好势啦吼。头拄咱嘛讲到吼，除了头拄咱一开始讲的这个生态这个问题，可能头拄教授讲啦吼，可能毋是全拢是这个生态问题，可能是这个农损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真侪种方式要去管制讲到底这个青色的这豆丁吼，安怎互伊这个数量上较好控制一个？其实农委会才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啦吼，这个上悬罚5万块啦吼。其实我听这个有人咧讲吼，其实咧去登记的时阵，因为迄当阵细只，亲像浩克的这个时阵，生要讲，有的是用这个相片啦吼来去做登记，但是这相片嘛唔知影倒一只是倒一只，有这种情形无？是，其实阮政府部门进前有公告，这个绿鬣蜥是有害生态环境的外来种。是。像主持人讲的，若你有饲绿鬣蜥的，你就爱去管市政府去登记。那登记了，后续啊，管市政府其实伊会不定期去查看讲，你饲的这个绿鬣蜥，你有还佫有伫咧无？有好好啊，甲伊饲咧无？有好啊对待伊无？吼，这是管市政府后续会佫去做的一个查核的动作啦。是。所以伊去查的时阵，伊就会当看你进前的相片到底是偌大只，经过偌久可能是偌大只，会当去做一个对照啦。但是这人力上敢有够？哈？人力去查核这敢有够？人力这就是看县市政府的需求啦。是。如果准讲县市政府因的能力有需要去增加这部分，阮中央政府嘛是会伫伊的经费顶悬来甲伊补助，来尽量满足因的需求啊。因为咱看这数量上这个增加吼，等下教授嘛有一张图表啦吼。伫这进前，我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头拄这个咱讲的这个
组长吼嘛讲到伊是一个外来种吼，啊，咱嘛看到讲吼，这美洲来，咱或者即阵或者青豆丁吼，伊这个英语名叫 Green Iguana 啦吼，啊，华语或者是绿鬣蜥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伊这原产地中南美洲吼，这个 Mexico 啊，这个部分啦吼，啊，这个伊会当活久咧，差不多5冬至10冬这个时间吼。若是讲吼细只吼，第1年你若会当活落来，干那5%吼，真正这个部分啦吼，真正无介济啦吼，但是伊一体会当生差不多17吼。甲35粒卵吼，甚至有人讲是这个70粒卵拢有啦吼。啊，咱讲吼，伫2至4年吼的时间会当当大人吼，照伊安怎食食的这个营养程度来决定这个成年的这个时间吼。啊，成年了后啊，差不多拢无这个敌人吼。但是头拄仔这个教授讲嘛是有啦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伊生团这个情形，差不多3年至4年就已经性成熟啦吼。另外咱头拄讲到卵的这个数量。伊生产能力有够强啊吼，啊真正嘛是讲啊一个摊落去吼，真正这个卵一个生落去，你就看到规芳的安尼一直咧撑起来啦吼。另外伊食食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到，细汉的时阵伊会食啥汤拖啦吼，亲像咱头拄讲的这个部分。另外吼，买手吼，若是较大汉了，就是食素吼。啊，咱嘛讲到，其实咱有讲到真侪种赞处啦吼。伫咧掠这个部分，也是讲吼，伫咧世界上伊所大的这个位置，咱即马要搁邀请到这个总委啦吼。其实你世界行透透吼，咱嘛讲其实伊所大的这个所在是较温暖的这个所在。啊，若是真正吼拄到这个温差，你吼嘛带团去啦吼。温差大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情形？伫咧美国佛罗里达州嘛，迄个绿鬣蜥嘛是迄个外来入侵种。是。啊，入侵种了，因的人嘛有伫掠，嘛有伫处理啊。美国遐吼，有时阵迄寒天会足寒的，啊，遐绿鬣蜥就足侪嘛，拢伫咧树仔顶。啊，一个晚上过去吼，迄冷死的哦，伫树仔顶落落来，敢若落雨安尼，绿鬣蜥的雨，有够恐怖呀！但是阮台湾遮目前就台中以南才有绿鬣蜥嘛，吼野外啊，北部无法度，即马无法度哦，绿鬣蜥生存就是这个温度的问题。OK。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疑虑啊，就是日本的石垣岛哦，跟我们很北部，其实北部气候是类似。哦。啊，石垣岛他们那边有绿鬣蜥，野外绿鬣蜥，哦，所以石垣岛跟宜兰的天气差不多哦，所以有可能有一天，绿鬣蜥若愈来愈侪，伊的这个天气哦，这个温度会筛选出比较耐冷的，比较较会当冻寒的，然后较会当冻寒的，才就愈来愈北部了，有可能全台湾有可能有一天容易分食呢。那无控制有可能，哇，所以这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讲气候的这个变迁也好啦，其实咱。台北虽然即阵吼无像即个中南部吼遐尼啊，有当时啊热人的时阵，也是讲寒人时阵无遐寒啦吼。但是咱讲气候变迁嘛是有真正影响，可能就像咱讲即个总委讲的安尼，有可能有即种情形啊。其实你世界行透透啦吼，嘛带大家去看讲即个生态即个部分。啊，国外你看到即个咱讲车生的岛顶，你搁看到什么状况无？啊，你带团即个经验咧？野外国外吼野外绿鬣蜥。伊的数量哦，甲台湾比哦，无遐济，台湾较济，比台湾搁较少，搁较少，无遐济，有一个，拄个老师讲，伊大只了无天敌嘛，伫台湾，但是伫外口，伫外国大只了搁嘛有天敌，是，迄水内底有国旗啊，国旗嘛会甲合落啊，嘛合落啊，对，所以搁有。因嘛有足侪所在嘛有迄个外来入侵种的其他的问题啊，可比讲，阮有一个叫做大开曼岛，大开曼岛顶悬有一种叫做蓝色蓝岩鬣蜥，足水啊，即马是濒危物种啊。是。这个蓝岩鬣蜥哦，伊有去有人发现讲伊有病啦，这病哦，因迄研究人员来找会找到讲是绿鬣，有可能是绿鬣蜥甲这个病。找回这个蓝岩鬣蜥哦，所以外来种啊，他们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有那个病原体是可以
是可以共享，对对对，小团诶。是，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外来种虽然吼是咱讲吼是无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菌啊吼，其实会安尼炸来炸去啦吼，所以这嘛是咱讲有影考虑的这个吼，咱讲爱去想的这个部分吼，会影响到咱讲国内吼其他的这个动物啊无啦吼，其实咱头拄啊讲到吼，这个饲动物啊宝贝吼，咱讲这个伟民啦吼，饲安尼咱头拄啊安尼节目录安尼吼，差不多20-30分钟，伊还阁真乖呢。是啊，所以看起来就是真有定性的这个部分啊，无怪伊叫做笃定啦吼，真正其实你咧饲养这个过程吼，嘛看到讲哇，真正那是这个饲主饲养的人，那是真无细腻，也是讲真正这个心一个怀吼，比较弃养，你安怎看这个人咧？这种的就是伫咧饲种前无做好功课。好，安怎讲？可能是细只的是像浩克安尼种古水，细只的，伊无想到尾伊会像遮大只，像遮大，伊会惊到对啦吼。嘿，伊会绕进来，唔敢甲加，所以只要一粒，伊就受伤。OK。对，真侪人都是因为这个关系真疼，家己真疼，屎真臭，唔敢清安那真侪原因，算啊。放掉、单掉，因为伊唔知影通别人通饲，也是安那处理，伊都是直接外口足快单掉，所以就是造成真侪这种问题。是，所以这个做功课非常这个重要吼。其实这个小牛还是讲这个浩克啦吼，其实拢是真水吼，安尼甲看起来，但是伊伫这个野外，这个色水尤其无共款啦吼。咱讲这个色水，这个野外可能抑个。比咱即阵看到也搁较水啦吼，所以咱继续请教这个教授啦。头拄你有讲到，这个蓄水的这个部分，有当时吼弃养的，其实这个源头，嘛大概知影是倒位来的吼。其实台湾大门所在吼，其实阮咧做调查，其实附近的人拢会讲。哦，倒一号安尼吼，倒一处放的。哦。但是咱原则上咱就是无证据啦。OK。其实足侪原因的吼，因为有诶，比如讲台湾南部大学边啊，无就大学的校园，校园大学校园内底，南部足侪大学附近校园内底拢有。是。所以大家拢约会出来学生放的。OK。学生就是饲的后期，我们在宿舍就走出去，我们毕业的时阵。买早走，另外台湾有几个所在，就是甲咱生态农场还是私人动物园，几个私人动物园边啊拢有迄族群。OK。虽然因拢未承认啦。另外大概嘛，譬如讲有一寡人吼，就好奇饲一阵啊。譬如讲数量伤侪，因为绿鬣蜥吼，虽然讲咱有咧看到饲乖乖的嘛，但是你嘛野外里啊吼，个关的伊就搞走去的。OK。为了人仔走去，落规定就出去拢伫附近。一般阮有发现讲做，迄位怪怪的都是好吼，因为绿鬣蜥吼，伊有一个习性，有一个现象吼。伊会转去出事的所在，会转去啊，好，因为大只了会转去出事的所在，大尾会转去，转去生卵，所以阮有时发现讲奇怪，迄有人兜吼，附近拢做是细只，所以迄个源头大概都知影，但是无直接的迄个，会当讲都是伊安尼啦吼，拢差不多知影讲说，这味道出来，这拄开始的时阵呐。你嘛愈来愈侪吼，一传出来，咱就唔知啊。OK。但是你问附近的人，大家拢知。是。所以这有法度通好管无？咱继续搁请教组长啦吼。其实像安尼这个现象啦吼，就是遮一定一定。咱头拄也讲到的是登记，你若要饲，但是若是专门伫咧放的，这要哪去解决的？专门咧放。是，有咧吼，有听人讲啦吼，老师有这种现象无？专门咧放伫外口的吼，互伊即个生炭，还是讲伊要专门过来卖即个野生的？我安尼听讲。我补充者，这有几个现象吼。拄开始是咱迄呐，要是保育的时阵吼，伊技术足好的。有人偷偷咧繁殖，，OK，咧繁殖，
啊，但是迄阵是违法的，所以因有诶就是附近啊放弃。OK。放弃嘛，发现讲出去伊会活。因为拄开始咱会好进口，就感觉讲做一入来踮台湾可能无法度通繁俗，无法度生炭。但是发现出去伊开始会生炭，因就直接去遐掠细只来卖。这是一部分。是。另外一部分是，我拄仔讲的是一个造戏。另外一部分，这嘛是咱爱思考的就是咱的媒体一直咧介绍的呐，大家咧拍动物，为了拍安尼吼，为挂钱嘛，就调的，但是足侪爱好动物的，也是有一寡宗教团体，因就感觉讲做这动物，咱无应该安尼甲对待，因就想要去救，救因就有阵去买啊，叫人去掠，因就去甲放去别个所在。OK。但是就是足侪外来种你像迄大开曼，拄我常话讲的大开曼，因嘛咧做移除但是因一直强调讲做，咱爱尊重无共款背景、无共款态度的人。是。因为你那个掠，你会无法接受啊。咱个尊重。所以咱有些媒体有些卖讲做一直伫遐咧鼓励人用一寡较那种暴力的方式，因为另外一堆人伊无能接受，伊嘛无能接受。是。所以咱嘛真正要控制咱就是爱想讲做，无共背景的人因的态度、因的观念，咱爱个尊重。OK。无咧变甲一直甲刺激一直甲插，插了结果就是因就设法去甲救。OK。就去搁甲放。是。所以这个问题啦这个救来放等于。这个部分嘛是有一种有诶过去是讲即个这个第一种头拄即教授所讲的这个有人是专门放伫咧野外买手搁甲捡倒来卖即款这个现象咱农委会即阵有法度管无？是，因为即马阮拄仔有讲到讲，这个绿鬣蜥咱已经是甲伊公告做迄个有害生态环境的外来种嘛所以伊即马有市民有登记的根据阮的统计是差不多有700几只啦，700几只尔。对，所以即马你讲登记了，其实基本上是袂当搁卖啦。OK。所以你即马讲要去野外搁掠来卖，迄个市场已经是无迄个市场所以即马即种现象可能会减少做侪。咱先搁请教这个委员你去做这个申请的这个动作，这个一步一步，甲咱说明一下无？一步一步。都是上开始都是爱先甲翕相，全部自头到尾，全身躯的相片，是翕2张，甲相片在县政府做登记，是，都安尼就好啊，都是去遐写资料安尼就好啊。是，我之前有看人咧讨论讲到底这个图钉内底要按这个 chip 按晶片无？有人安尼咧讨论咱搁请教总委，你安怎去看这个？动作就是甲这个 insert 这个 chip 内底，互因若是生团知影，这个来源伫倒位，安尼敢有通？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方法那是这图钉啦我感觉所有的宠物猫啊、狗啊，拢应该爱有这套啦是。你若有这套了，来后摆外口掠着讲，这图钉啦，还是猫啊狗，你比者就知影讲，这是。主人是谁？若是这只狗去，这只狗也是这蜥蜴头前去食什么农产品啊，就会让找到伊的主人。源头就知影位啊啦。爱背，这责任很清楚这个要养动物，你是一个乐趣，但是责任一定要归属清楚啊。有影对你咧饲这个动物宝贝的时阵，是种趣味，但是你该大的这个责任嘛是爱带啦咱继续搁请教这个组长啦若是用这个 chip 这个晶片的这个方式，敢有法度去实行咧？其实这个问题，阮家己内部嘛是有讨论过啦，对，嘛是有可能会当去执行这种的动作啊。是。真正讲起来是，若准去植晶片呐，成本会真悬无？成本袂啊，成本是袂真悬，但是爱阁有人工，因为伊毋是凊彩人会当去植晶片的，可能爱有兽医，爱有兽医来执行，所以才会
在人力啊，其他晶片的成本，各种成本，可能我那个做一个评估，看是不是后续会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教授这来源部分，无，这我想补充一下哈，因为其实大家拢讨论，感觉讲这个登记哈，那现在多此一举哈，其实唔是啦，吼，原则上咱是要透过这登记的方式吼，去保障遐愿意登记的。OK。啊，你嘛不爱登记的，因为当初大家安尼讨论是希望讲做，咱卖遐侪人吼，住在遐伫遐饲，啊一时来叫走去。咱看咱掠了无路用，因为世界遐人饲的，落放出去，落布一个所在，咱要来控制。所以咱就希望讲做，譬如讲像大学内底有，你嘛有一个登记的制度，你大学你学生你袂一直饲，哦，你嘛违法，你就用去遐查，无以前咱无一个法源，咱无一个管理的方式，去管遐乱饲的，所以原则上是希望讲做，你嘛愿意好好甲照顾的，你就去登记 ，OK， 但是你嘛袂登记吼，歹势，咱就有一个法则，唔是法则，咱应该没收啊，系啊。是没收这个动作啦吼。对啊，你嘛歹好好甲照顾，歹好好甲登记，也是遐突然间有人饲堆的，吼，因为你登记了吼，伊免还俗，吼，你免，你敢用饲啊饲甲老 ，OK， 你免调工要搁还俗，有诶说食摕来卖，吼，其实毋是讲卖煞哩啦，爱搁登记啦，毋是原则上爱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 ，OK， 意思就是袂使 ，OK， 其实教授讲安尼吼，就是咱嘛做一寡即个了解吼，但是咱嘛讲吼，即个自引进入来1986年吼，差不多这30几档吼，迄当阵有人是走私入来吼，所以迄当阵嘛看到讲哇，伊即个色水吼，真正。这个青色啊，这个青吼，我搁受到咱讲动物保护的这个市场真正吼欢迎啦吼。另外，2001年正式来开放这个青色图钉，这个个体进口吼，原本开放进前爱偌济钱，爱10万块咯。但是合法了后，逐只就是这个几千块啦，甚至搁1/10。有人等下咱搁请教这个，咱讲位面是用偌济来买啦吼。2004年的时阵，这个青色图钉进口数量是超过23000只啦吼。真正超过咱讲市场这个需求啦吼，所以咱看真正自这个动物保护吼，变做什么流浪动物啦吼，野外开始就出现着野生的这个部分。其实教授嘛讲着，发现讲其实野外这群体源头吼，拢是有一个电市场吼，头先咱头拄一直讨论的吼，流出的主要原因吼是这个倒出去，还是流出去吼，毋是这个饲主来去弃养的这个部分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位面啊吼，你用偌济买着这只？这只小牛去宠物店买，一只1000块左右啊。1000块啦吼，唔免甲过去这个10万块啦。浩克咧？浩克干那100块尔。100？是。所以这价钱是安怎差遮济？因为细只的人，伊伫咧外口野外掠的，都是南部遐掠野生的，伊嘛唔知影，伊都是因为伊真大量，真济伊真侪伊都是俗啊卖安尼。是 ，OK。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有需求吼，都有这个供应吼。要安怎看待这个问题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而且进前吼，咱嘛来看到讲吼，其实咱头拄讲有人用这个拍啊，也是用这个钱甲写啦吼，拢造成着这个生态上另外一个这个酸长吼，其实这个气质地会做一寡这个清刷啦吼。嘛有人讲哇，贵气都甲伊做料理来食，安尼敢有通咧？先做来看。过来一个月季正流行饲绿鬣蜥，盐菇尾啊，因为主人不爱饲啊，就乱煮蛋。伫咧高屏地区摊甲诚多，毋但是互人看这全民的公敌，也引起生态危机。政府除了修法该列做有害外来种，屏东县政府也阁提出掠绿鬣蜥换农产品。有网友就想讲，为什么无爱甲绿鬣蜥掠来煮？所以伫咧 FB 发动。为了保护生态，一定爱食绿鬣蜥，得到真侪民众的回响。加减袂要食伊啊，较袂菜，较袂要食伊啊。来屏东这边抓大概一天10几只，那如果前几年的话，在抓的从就是20-30公分到100来公分的，抓到100多只。我们台中大家蛮支持的，就是说这东西就是害农作物有没有？既然这样，那就是做一些料理。
民众担心活体若果流出去，颠倒会破坏生态。也若食绿鬣蜥活动伫咧网络流行，高中嘛伊一天有收到超过20张的订单。不过专家警告，绿鬣蜥爱伫咧水边，也介出现伫咧野化、水沟化，摕来养有寄生虫，要食爱特别注意。因为它食品安全的问题啦，它做中效之后跑到水里面去，跑到水里面，譬如台湾的沟渠，尤其南部平越沟渠，它受到污染，它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清楚。绿鬣蜥真后团，定定伫咧产花路或者是土堆内边挖空作秀，造成排水沟破坏，影响农产的灌溉，互农民真头疼。屏东县政府统计，去年总共掠到4182只，到今年估计是掠到5480只，实在是掠袂煞。严格学者认为，运用掠绿鬣蜥换农产品的方式，对降低绿鬣蜥危害成效有限。希望政府单位要有配套措施，包括针对新的入侵点，抑个民众较掠袂到的所在，加强人力的监控甲捕猎，才能有效防范危害。记者综合报道。是啊，所看到咱地方政府鼓励用这农产品来甲你做一个交换，就是你摕啥物去交换，你掠到这青色的这图钉的，安尼敢有通咱先做来看这农委会咱头讲到相关花果班你就是无去启用做登记的。另外咱就讲用什么款的方式农产品来去甲你交换，有一寡这个红豆也好啦，其他的这菜也好啦这真正会当阻挡到咱讲这个生态这部分嘛，教授。其实我想足侪人误会我的意思。唔是讲做用迄个用大家讲经济诱因因为经济咱用不管农产品，真正的譬如食物还是钱是。你嘛要用这个方法鼓励民众去掠你爱有其他配套方式因为你鼓励就是用经济鼓励人去掠你原则上就是希望老百姓一般民众会看到钱的分享，所以伊就是追求的，就是我会用换上一个物件嘛，会用赚上一个钱嘛，所以一般因会变成讲我掠上好掠的，用掠上济嘛。OK。但是安尼你用大家讲用大财想就知嘛。老百姓伊会去掠就是细只嘛，带来先足好食，足好掠嘛。是。真大只的，较歹掠伊就袂去掠，是讲掠着了伊大只摕去卖，细只则交互政府。大只摕去卖，这是啥物款的现象？就是伊佫较有价有人咧收啊。OK。一台斤150块。150咧所以迄一只大只的，迄拢几十斤呢。所以。千外块呢对，伊袂交互政府嘛。另外就是你，譬如讲，像最近较寒，是，较寒，有阵较歹掠，所以因就会等较细只孵出来时阵就去甲断，咁用手掠足好掠。我那原说一点钟能掠100-200只啊。OK。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虽然有一寡经济诱因去甲成啦就是讲这个民众来去做一寡去掠这个动作，但是安尼唔是根本的这个办法。你要有迄呐配套啦。你因虽然讲靠掠去，也是讲做迄呐，有个新团出来所在伊的数量较少，你要找人去掠，你免干追求数量。安尼你就变成讲大家拢掠遐数量济，但是新团出来遐无人要掠，因为歹掠，是迄呐掠了伊算袂好，所以就变成讲几年，遐就变规碗换规栋安尼啦其实咱嘛有一个图表就是讲102年甲109年这个咱统计是一路称悬落去啦咱看到讲迄当阵107年的时阵3000外只尔，尾手就变8000外只尤其咱讲即阵咱看到109年15000外只啦尤其伫屏东县，咱看讲这个数字一直拢是上悬那旧年来到这个8400外只其实咱嘛教授嘛有一个分布的这个图啦先互咱看到这个台湾的这张咱看到是这个中南部。有这个红色甲黄色的这差别是啥物？黄色的黄色的是变2019年就是变去年进前阮调查出来看到的点。甘仔色的甘仔色的是阮去年
找到新的点。新的点 ，OK。啊，所以原则上咱会看得出来，就是屏东吼，屏东甲高雄是，吼啊，伊的分布一直咧趟落海边 ，OK。嘿，两个县市即个已经拢连做伙啊。嘿，比如讲，咱看到的呐，屏东吼，之前县政府讲呐，屏南吼，其实屏南足早就有啊。嘿，吼，其实屏南足早就有啊，即个就是像枋寮啊，吼，嘉东遐拢落去啊。是。甚至上远甲呐，甲茶城，是，就是海参馆遐。吼。但是有一寡点吼，咱看到的是不连续。OK。利用海参馆甲屏东面顶无连做伙啊，所以安那去。哦。一定有人早去啊。哦。所以伊毋是家己生团落去。比如讲像台南吼，台南原来是讲踮迄金美博物馆四周围遐。迄搭。是。但是伊即个就是已经探落甲过二人溪吼，落甲高雄落去啊，个落南去啊，然后。咱家己嘛看到这个现象，台南嘛是共款啊。台南伊本他譬如讲除了迄呐，产业公司啊，这个咸水溪嘛有啊。是。面顶起哩吼，比如家己北中溪已经落甲下游北门啊，吼。是布袋，其实嘛拢断落啊。弄个海口边啊去啊。因为咱拄着风台啊啥吼，伊就顺咧大水，甲流落去，伊就叫冲落。OK。吼，你像台中吼，台中原来拢是中原大学附近啊。因为这几年吼，咱市政府摕到计划，伫遐做伙美化，咱前瞻计划。是。吼，伊就甲原来遐有一寡呐柳树啊，就甲错掉。是。因本他拢踮非常市湾尔。这个断落大理溪，落去那乌溪，甚至雾峰遐嘛有啊。已经要走草屯去啊。哇，阮南投嘛要掉啦吼，所以这嘛是讲这个分布有真侪种这个原因伫啦吼。头先咱咧讲吼，就是讲有人去登，也是讲去掠吼，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吼，中央甲地方安怎去配合咧？咱继续搁请教这农委会组长。是，其实这绿鬣蜥的移除啊，中央甲地方政府啊，一直以来拢配合甲真好啦。就是阮像讲阮逐冬啊，阮嘛拢会邀请迄个县市政府甲这专家做伙来讨论讲，咱旧年这个移除绿鬣蜥的状况是安怎？大家是用啥物方法？吼，趁这个机会，大家做一个交流，嘛是大家当讨论讲譬如讲，这个县市政府用的方法是较好的别个县市政府就会当去仿效用这些方法。倒一个县市较好，安尼讲起来。这方法可能爱问老师。好，咱再这个请教老师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吼，有人讲用漂甲漂漂了要创啥？要甲食然后头有看到啦吼，做一寡这个料理，但是这个料理敢会当真正落去食咧，嘛是大家爱去想看嘛咧吼。其实这个国外吼，咱看到这个 Puerto Rico 啦吼，因安怎食？因讲吼 ，to battle iguanas, Puerto Rico has new plan put them on menu 啦吼，甲因放伫咧 menu 吼，咱看到这个食品的这单头顶啦吼，去甲食起来吼，所以因甲伊放入去菜单内底。因这个移除计划吼，食掉这个青色图钉吼，因讲有专门咧勇气的这个部分吼，这个洪都拉斯也好啦，萨尔瓦多啦吼，哥伦比亚吼，这个尼加拉瓜啦吼，等等这个部分专门咧饲。咱讲台湾的野生美洲吼，青图钉无应该食，有3个原因吼。第一个原因是啥？可能是囝生糖的这个问题啦吼，真正这内底有啥物菌，还是这个糖你拢唔知影，伊是毋是真正吼，甲煮好食、煮好烧，都拢死去，这嘛是大家有疑问的吼。对人体会造成啥物款的这个影响，无科学证据甲这个案例啦吼。另外可能咱讲的，伊落伫溪仔边啊，还是这个树林内底，咱讲吼，这个咱人类啦吼，这个重工业物件，重金属吼残留是毋是伫伊体内吼，大家嘛去思考。另外吼，也毋知伊这病毒啊，到疾病这传播这个可能吼，继续咱个请教庄委啦吼，安怎去看讲吼，有人去食这件代志咧？一般的伫台湾吼，若有讲叫你莫食的，爱食的人会讲迄外国拢咧食啦吼，拢安尼讲。但是第一吼，外国的因吼你看到的相片啊，无一定讲有迄款的环境出来哦。无你甲因的环境足好，嘛无你甲因的环境比咱较歹。所以这个糖的问题吼，有一寡糖是无法度
高温，搁爱高温足久，才有法度抬死遐糖。但是阮食，可比讲3杯好啊，3杯阮就是甲落啊炒就起来啊。你袂当炒甲伤老哦，炒甲伤老是啥物意思？嘛歹食啦。系啊，歹食啊，所以内底中间内底吼，可能有糖无糖，你实在是无法度知影啦。啊，这我上恐怖的是这重金属的问题嘛。啊，可比讲，阮拄仔讲迄台南青美博物馆附近啊，迄就是工业区嘛吼。是。啊，你内底水看起来算清啦吼，但是算清，但是内底毋知有啥物物件。内底毋知有啥物物件，嘿，有诶无诶，迄足歹讲诶。是。而且遐物件吼，比起这个糖的问题吼，是更较严重的，因为迄重金属会累积伫伊的内脏、伊的脂肪，那个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伫咧工业区啊，还是讲吼家庭废水，还是讲咧做这个畜牧的这个部分吼，因真正藏伫个骨头内底啊、腹内啊、这个脂肪内底吼，啊透过这个生物浓缩吼，会甲放大啦吼，所以咱看人类食了吼，真正这个有害物质吼，真歹去甲暗算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讲吼，有人甲伊当做宝贝来饲，啊，但是有人吼。是要甲食，吼，你安怎看这个现象呢？伟明，这就是咱会甲饲，啥会甲饲？这就是甲伊当作是宝贝，对啊，当作宝贝，像我饲流浪狗，我嘛是甲当作阮家己囝共款，哪有可能去甲食，甲安那？对啊，就是甲伊照顾甲好势好势，逐工互伊舒适，对啊。啊，有人讲要消灭因，就是甲食掉，你安怎看这个人咧？那我安怎看？我的看法是，伊是外来种，应该移除，迄是无毋对的。毋过你要安怎处理，迄是恁兜的代志。你若食身体出啥物问题，迄就是你家己爱去负责。莫去共怪啦吼，所以咱遮嘛有共警告吼，有一寡寄生虫的问题、重金属问题、等等问题，大家都该好好想吼。啊，动物咱都该当做动物的方式吼，爱去保育就保育，爱若是外来种就外来种的这个处理方式。针对这问题吼。补充一下，因为最近就是阮看到农民吼，因要用农药甲偷，要甲偷，嘿，啊原则上完全偷袂死，偷袂死，嘿，啊这个现象就代表讲伊的毒性吼，伊会用甲累积在伊的身体内底，系嘛？所以阮原先无鼓励讲真正人去食这种物件，OK， 吼，尤其是胃的吼作用的，尤其伊讲要甲烘。要甲烘哦，那烘吧呢？啊，原则上迄是上危险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问题出在叶啊，咱烘吧是用迄个铁叶啊，铁叶啊，啊像硬青，啊熟的拢家己叶啊，啊所以你熟的就叫青污染，吼所以像国外国外，因为讲啊，你嘛要食吼，麻烦你用烧水甲煮甲。离安尼哦，做较离是哦，啊因为你烧水过，你要用甲稀释，稀，这个互伊这个重金属较低咧安尼啦吼，对，互伊先留伫咧水内底。对啊，尤其你不管三杯也是用迄呐烘的吼，足济就是你迄，譬如讲你迄盘啊啦啥，拢会污染。OK， 所以咱嘛讲一解啦吼。这重金属这个问题，毋是咱凊彩讲的。这农药残留内底是更较恐怖的。头拄啊，咱讲咱的农民嘛是真巧，想要甲用农药来偷，但是偷袂死吼。这就是咱的一个新的这个发现啦吼。啊，继续咱搁请教这个总委啦吼。这个咱头拄啊讲的，这个重金属问题也好啦，还是讲吼这个未知的这个疾病这个传播啦吼。国外若是讲看到因安尼，抑搁有这个未来，也是讲这个病毒都也毋知啦吼。所以抑搁有啥物建议互咱这个想要食这个人咧？互想要食的人建议哦，莫食啦，莫食啦，莫食啦，吼，迄真正诶，当你是朋友，才会叫伊讲莫食啦，吼，你若要反好，凊彩加食寡，吼，迄会哪阮无负责的啦，吼，真正阮若毋是欠钱，还是欠食会枵，一定爱掠这款物件来食啦，吼，刚刚这个伟明讲得很好，我们觉得说，移除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总归一句哦，你吃掉它是一个处理尸体的方法。但是目前来讲，台湾并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种是靠吃来解决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用吃可以解决外来种，这个不存在真的因果关系。是 ，OK， 这绝对不是靠吃吼来去做一寡外来种的这个移除，然后
上本来个请教组长啦吼，这个遗毒这个部分，咱已经甲伊列做是有害的这个外来种啊，遗毒这个方式，咱一步一步来吼，抑佫有啥物款的这个方式？目前其实即马拄啊教授嘛讲，咱即马台湾分布的所在嘛吼，啊，阮即马的策略是因为最近2冬啊，甲发现的是台中甲彰化，啊，去年发现的是台东，所以阮会为外围先甲伊移除。OK， 吼，希望讲遮新发现的所在，嘿，会当甲伊移除掉。移除掉，嘿，即几个新发现的，当甲移除掉。啊。固有的这个所在，固有的所在会当甲伊控制掉咧，莫阁互伊弹开安尼。这是阮目前的一个策略。是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新的这个所在有新发现的这个所在，先伫外口先甲动起来。啊，旧的这个所在，咱嘛是头拄啊教授伊讲的配套啦吼，上尾配套搁建设咱的这个政府的。其实配套吼，咱原先因为最近咱看到的无共款背景的人的建议吼，其实咱台湾吼，有一寡法律哦，譬如讲咱要移除的呐，外来种吼，咱的野保法14条是，虽然大家拢无啥爱讲啦，哦，14条咱原则上，伊就是意思是讲做，伊嘛走去外口吼，毋是原生的动物，影响到咱的农作物来啥，吼，也是环境。主管机关会用去甲处理掉。哦。啊，法律的意思是，敢若主管机关会用做这件代志。主管机关哈。对。啊，除非是主